位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准时收看《福起来咧》，我是综艺圈阿群妹。今日嘅节目当中，我同大家来分享乜嘅呢？我来同大家来分享一个全能型的才女。嘅马啥喏？不过有些吵架节目还蛮开始，佢看到嘅讲起嘛，就惊叹。佢马上大家听到董寿司，细细嘅来分享佢係 Rita 林玉婷分享。Hello， 所有朋友大家好，我係 Rita 林玉婷，我係單元福起來理解裏邊啦，阿權幫大家鼓掌，成功俾大家睇，因為非常歡喜。主持人好，有一些咧雙雙主持，啊，有咧，今日我係主持人。啊，唔過做乜嘅我嚟訪問 Rita 喏，係因為佢也一出名啊，哇，得到一個做得講係全球客家人嘅千個嘅榮譽哦，佢係嘛嘅，佢按到2021傑出成就獎嘅青年貢獻類。又按到客家成就獎，對不對？對，你係2021全球客家貢獻獎，其實以往 Rita 自家有主持過呢頒獎嘅典禮，是青島的，無論係國外也國內學術也係做任何嘅研究嘅領域，都有尋求嘅前人。嗰兩擺呢，今年咪係第一擺有青年嘅貢獻獎，所以度好，我有兩個機會，都有嘅獎杯是鼓勵我講，我做得去投錢，希望講咪鼓勵我係喊下多為客家為呢個社會有貢獻，所以我是去投獎，冇想到是得獎咧，希望大家嘅想象。古時候嘅也一開始係你一開始冇想到嘅，因為知道也係一個動態嘅獎，感覺然後。這個客家成就獎就係一個動態嘅獎啊，啊唔過親密得到誒，聽咗當歡喜。錯，因為以前取到貢獻獎，你係人生是衝衝救救嘛，你冇行到最尾，其實你回頭唔知講自家都來做嘛嘅。我從我算一行人，我去到我一路行，我大半我自家我係一努力，我一達標一實賣嘅，係我當認真去做每件事情，我當盡孝大家機會像，你哋喺做節目嘅時間，之前 MAQ 好像有主持咩，我是求講當好搞當神奇，韓國第特擺嘅冇強嘅舌頭是做得有當多嘅學習到收穫，你係我一切用安嘅熱情到投入去做每一件事情。真嘅，係當然同講也幾發，做乜今日知道 Rita 係咧當失望嘅人，就係比如講嗰陣時，我咪有去參加年衝嘛，就是我咪有去創作，嗰陣時我就同 Rita 講，哎呀，我下一首歌曲我就冇想繼續寫，然後 Rita 就同我講，今年繼續失望啊。我一直都記得這個東西，嘿，我就印記得也幾發，我就知道哇 ，Rita 這樣太愛冇幾多些，啊唔過這麼成熟，然後還要鼓勵我去上網達標。其實做自己嘅作品嚟講，用自己無論係音樂啊、你寫文字啊，做得表態自己，我除了係當幸福嘅事情。或者是講，你講特別你讀新聞啊、做記者嘅時間，你講一記筆是做得重要當到嘅事情。你嘅什麼？係你嘅什麼？你講出來嘅話，你做嘅事情是代表你自己嘅感應，你嘅心嘛。所以其實了解得獎對我來講，我經常思考。講得獎對我來講意義係乜嘅？因為你青年貢獻獎係40歲以下嘅青年有機會來競選，全球來競選有機會得獎。咁我哋我算係人生嘅，可能係前1/3做得有啱嘅功用，咪係本來一種職業。我自己睇到有一種職業，我就講，我希望講，我肯做得做乜嘅呢？我要下月台咧，我要成年啦咧，咁我做得穿乜嘅本下月台。當然，你當輩要人愛穿本你樣做一件，咁撒下來是咪希望做得好搞嘅事情。你記得嗰陣時，你第一件事情第一得獎家下，係乜嘅情形之下你第一得嘅冇？其實我本來冇講正式去報名，因為我只有講冇可能，因為我看到嘅前輩啊，佢都當優秀啊。事業咪當成功啊，貢獻當多啊，咁你係聽啲後輩行嘅嘢，我想我頭前還有當到係好，係咯是嘅牧師，佢是鼓勵我講，Rita 你係，因為佢像我當認真，佢咪像我當願意奉獻，咪做當多公益關懷嘅事情，佢像無論係音樂啊，客家各種領域，佢像我一向付出，我是參加個好。
刚开始洗，还是唔記得呢件事情咧。我唔記得咧。因為我是接到天發雨婷好，下個 VNF 要恭喜啊，唔得獎。佢講馬繼忠。結果他個貢獻之後，後來講好，真是係我是開玩笑講，你係詐騙集團，所以我家下心情係一下是覺得當 surprise， 當驚喜，不過後來下聽貼是像講當感恩。跟你提咧大天發分享得獎嘅有種歡喜，有種喜悅嘅人係乜嘢？是係鼓勵我參加嘅牧師吧。賴牧師，跟佢哋嘅家嘅反應係乜嘅？其實個 Rita 恭喜你，佢講你倆一起來嘅努力嗬係本肯定嘅，韓國佢講你未來要繼續做後生人嘅榜樣。哇，我就哇，這是一個很大的肯定。故說難怪 Rita 家下會吃到好有一些些的感覺，有些有啲衝下，亂嘢一下，大家努力啦，你咪當優秀啊。冇啦，因為你是全能女神啊。你以為仲成嘅呢？係冇？沒有，都冇該講 Rita 係全能女神，因為吼，佢真嘅有動到神婚哦。有你自己都不知道對不對？要從相片先以後。好，我們先從第一咧先來看，頭一咧我諗乜嘅歌手，好，亞太好唱歌，對，董浩唱歌誒，韓國有嘅那個山口大後生樂團，我係創作歌手，對，創作歌手，再過來，樂團主唱，這冇問題，再來。主持人，M4 起來嘅主持人，主唱樂團多節目嘅主持人，係樂團主唱，然後歌手你係新聞是個，還有的冇強用歌手係寫，除了唱歌還寫歌，還個做樂團唔單唱做主唱，還愛帶領幾張樂團，我覺得你係最難的。冇強用嘅素材。韓國還有乜嘅神父，已經覺得應該快詞窮了吧？沒有，應該冇乜嘅其他睇咁啲啊，好，有啊，懂會彈鋼琴啊、手風琴啊、樂器啊，樂器做得表態自己，做得幫助我創作。韓國啥下了？還有乜嘅？哇耶！你有想係乜嘅意思？因為我最早開始做，要做客家電視台嘅戲，還有戲台視嘅戲。哇，嗰係我太好嘅意思，太好。我同講也出戲啲客家電視台嘅我有看過。魔法咖比塔，那是重點音響啊，是，人家可以都是點樣講，就是黃毛丫頭咁嘅感覺。嗰首幾好事，係你太后還蠻變入嘅事情。我太后2年前吧，2年前就開始來做戲嘅。2年前係啊，3年前。哇，是好高啊！你本來機會啊，我是去看啊，唔曉得是好啊。因為當到前輩啦，嗰些頭人、助頭人、韓國人有唐川唐爸。哦，對。希望唐爸身體健康。就是這種年是不是羅哥？好像羅兆鵬大哥。對。佢咪當照顧你，韓國有主要嘅什麼人係廖嘉怡姐，佢咪當照顧你。還有那個什麼林玉子。玉子姐也是戲劇演員。韓國厲害咪係新生台當優秀嘅劉宇慈。咪係主持人呀，他咪懂會主持誒，當優秀。對，古時候看 Rita 嘅健康嘅孩子，其實更是愛看電視愛當佢老師，我就覺得你差唔多吧，跟新應該係高中。對，高中，你太好嘛？你高中，對，差唔多，佢高中嘅時間啊，3個3好嘞，還有乜嘅？係嘛？模特。該當久以前呢？乜嘅時間？這個我不知道就應該上該當是因為有機會了，有到位品牌，為做幾到位model，這個做幾到衫服嘅展示，就是亞洲女生，因為我咩嗰種凍高嘅嘛，我就162，因為凍高嘅是87、88，所以我係做和亞洲女生適合嘅衫服。凍到時嘅是幾百條，都呀哈身材都很暗厚，因為兩個聲音嘅身材很暗厚。我緊幫我係料，運動冇簡單呢。運動健康樣做得衝衝叫叫。吃東西食到空天衝冇，讓 Rita 當初是一件事情。韓國還有乜嘅成分？有冇？彭于晏，要不要來示範一下，來配一個聲音嘅聲音？
譬如講，還有拍個哆啦 A 夢啊，或是馬路口講小丸子啊。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非常歡迎來了，歡迎來嘞！哎呦喂，你很懂得印象喲，很有趣哈。啊，不過還有親民一類哦，這一個正能量全能女神是什麼呢？乜嘅？媽媽。世界最偉大嘅套路，媽媽。真嘅，我知道 Rita 做媽媽過後，佢嘅當到唔單止係工作上嘅表現啊，亦係講佢平常時同大家來分享佢做阿妹做媽媽嘅心得，還講同佢工作當個嘅平凡也都有事情啊，就會知道當皮膚 Rita，每次到佢做啲幫大家帶來當到能量哦。先休息下，等下下較多佢嘅故事，愛同大家來分享哦。好，歡迎大家又轉到福喜來咧，我係鍾意群阿群妹。今日節目當中吼，訪問到咱個一個主持人係Rita， 因為 Rita 佢也報嘅吼，喺2021年得到一個傑出成就獎嘅搶眼貢獻類，對不對？非常的厲害，也係講人講係全球客家嘅最高榮譽嘅後生嘅 Rita 就得到嘅，拍拍手！耶！希望阿群妹，希望所有嘅朋友嘅支持上下，繼續來收看福喜來了。冇錯，嗰時候今日有請到 Rita 來，就會請你同大家來分享你嘅故事。有就當上我提供呀 ，Rita 你一開始，因為我對你輕早嘅印象，其實咩加人講嘅演戲，咩戲劇，其實輕早我對你嘅印象係主持。唔過因為今日愛訪問，我了解到其實你輕早來學習到接觸到嘅，其實係唱歌嘅。錯，音樂唱歌係我唱細，曾經我記得我有印象，我是當學唱歌，因為我爸爸、我媽媽、我婆全都會唱歌，我媽是彈過，我講唱歌，不過佢總係會表3個禮拜日，當學看戲，家族遺傳，佢都是當學音樂，然後我媽媽會彈鋼琴，會唱歌。所以我從細時啲我發現我咪非常喜歡唱歌。我細細時講哇，很快我想去做歌星。我也是哎，因為我是當好音樂啊。對。所以後來我是國小開始學鋼琴嘛，國小開始是參加合唱團啦樂隊。國中咪參加合唱團。其實嗰種時我有一個非常懷念嘅先生，合唱團先生叫做黐春竹先生。咁嗰佢當後生18啱時走咧。嗰種時我都接觸嚟。當到台灣歌曲、二台語文歌曲，從當到冇腔語嘅歌曲，全年我都會上。對，合唱團都得接觸到當到冇腔嘅語言，做冇腔嘅訓練。係，我做非常好搞。到嚟我高中嘅時節，落到新竹5中，義豐合唱團，哇！我係恩師李寶玉先生，到見我係先生，老先生保持同我聯絡，先生是教我到。動到東西係個音樂嘅訓練，我是啲 soprano 體育上譜，擔任上譜長。對，我在女高音擔任聲部長。後來是一路昂潮，咪代表學校代表新竹參加全國嘅比賽，打頭名，是慢慢一步一步。其實我本來想去考音樂呢。哦，太好嘅時節。錯，係咯，因為家庭有啲變化，我是朝講土音樂嚟發動到改遷。我高中開始咪需要講，我自己去打工啊，半工半讀啊。所以後來我是唔敢讓我先生講，我是直接是先拍個課呢，是讀嚟新聞文化嘅新聞呢。係，我朝後來讀新聞，所以可能未按樣幫我有機會，後來就得。主持廣播、主持電視，做啲寫歌啊，呢係一種訓練。最重要係個2008年我做啲嘉義三橋台後生樂團，我做啲寫自己嘅歌，我做啲唱歌。第一天遲到，呢啲事情全部係養分，係祝福。所以 Rita 老佢人生當中遇到嘅困難。按種簡單一句話就帶過去嘅，歌唱當艱苦，然後變成自家嘅養分。歌唱一定會當辛苦啊，咪會叫啊，咪會唔甘願啊，咪會傷心啊。不過
你是做得繼續向前行啦，可能係因為我冇退路吧，我自家愛好好生活，我要老太老妹，我咪希望講阿公阿婆年紀大，爸爸記得做得唔是安煩咯，我係做太姐嘛，我係姐姐嘛，我咪希望講我自家愛好好行愛頭前嘅路。太極嘅基因，真勁，要有一個責任。太姐是咪安用吧？唔過就像剛才講到嘅，嗰些年唱過一路嘅，讀到嘅人，讀到嘅貴人，韓國人讀到嘅事情，唔過對於鋼琴，一開始算是啟蒙你的，算是阿妹，錯冇？媽媽係，我媽媽，因為我看佢彈琴嘅時間，我都是。嗰時你聽到還蠻會鋼琴嘛，對不對？頂多就是咚咚咚咚咚這樣。我都是第一電腦鋼琴下邊轉來轉去啊，後來我又去學鋼琴。不過從細時就媽媽彈琴，就講哇佢很厲害，唱歌很好聽，很有一種當幸福嘅感覺。看到想到媽媽彈鋼琴嘅樣嘅。就會知道幸福嘅感覺。嗰時候他喺裏面寫一首歌曲，一首歌就係同媽媽有關係嘅。錯。很多 piano，係鋼琴。對，是係鋼琴。一首歌曲，基本上唱到 Rita 來，就會唱 Rita 同大家來分享下輕剪法同媽媽有相關嘅一個段落。媽媽你好麼？我哋阿太咧，我做得照顧我自家，我當好你唔是少。你好嗎？愛當相愛的我，愛留你空的心光度，你唔是少，愛當好，想你唔是少，因為你愛嘅 piano，就係愛嘅力量。哇，好好聽哦，當好聽。其實我知道，我看到 Rita 啲唱歌嘅時間，同你平常時主持嘅時間，係冇共用嘅用嘅。我知道你唱歌嘅時間，他做得表現出自家嘅感情。哦，唔係講主持冇感情啊。主持是可能搭配主題，個唱歌嘅時間，我是唱歌是講我自家想講嘅話。有冇感受到你懂出接嘅情緒？因為我知道我係一類很需要跟人家有情緒上交流的人，但是啲唱歌嘅時間，你唱歌嘅時間，我可以很明顯的感受到你的情緒。就同平常時主持嘅時間，佢冇共用。哦，好，我以後大概可能應該去唱歌俾你啦。你當好，硬要有冇？嗰個像 Rita 佢安慰唱歌嘅，一首歌曲其實沒有啲演唱發表過。係，你係我第一首寫嘅客家歌，要發表嘅客家歌，喺個未去參加演唱流行音樂比賽，得到佳作嘅作品。所以我就係一隻副音吧，咪鼓勵我講透過音樂做得很難多來表達我自家。然後自家嘅故事寫出來，然後又參加，本自家有一個創作的動力啦，應該咁樣講。寫下來就很卡多嘅參加目標嘅事情，比如講主持啊、戲劇啊，也按多年來，你有知道你啲呀路行讀到乜嘅挑戰冇？好，當時我從哪一條歌？行啲呀路行，挑戰青島。哎呀，行啲呀路行，見山咩青江，行啲呀路行，母子留情島，行啲呀路行，感覺越來越好。又係你嘅故事哦，我要哭了。其實我想無論你做乜嘅行業，你聽說會遇到各式各樣嘅人，你是會遇到懂照顧你嘅人。
你咪拄到對你當好當包容人嘅，唔講你咪拄到對你可能當冇友善嘅人，從你嘅行業有人想講你表演啊、藝術啊，你聽出咪拄到有條潛規則係做冇嘅，其實咧係難免嘅事情。唔講喺潮最重要係你按樣扮演先正義嘅人生。我從我好啲，我稍時咩講動靜啊，所以講我是可能我想唱歌啊，我想好好做呢事情啊，我可能冇想拍嘅，所以我唔會用其他方式來達到我嘅目的。我是以快樂以辭采做我自己。當然，我當中可能我會有得做到很好嘅啦。我想到越來越大，越來越成熟，咪越來越有智慧以後，看得到東西，知道講做得下邊開心咧。哦，未來當重要我知道。未來是希望自己做好我自己嘅角色，家下講到咩當到角色咩，每一個角色都愛達得你去花心思。我咪希望講我哋係有能力去選擇你想去做嘅事頭。咁未來你係咪愛做得可能都會奉獻？譬如講我咪要擔任基金會嘅主管，我擔任商業嘅主管，所以我陪入咪要做陪啲心靈嘅故事啊，是希望講聽到嘅人做得有感動，也講做得點情下來，透過故事，透過我嘅聲音，佢都做得有力量。你係我要出嚟做嘅，我當感動。我想 Rita 佢一出，唔管讀到那個負面嘅事情，佢就自己把它變成正能量，所以就用 Anchor 是講嘅正能量全能女神。我係最近有發覺，因為我其實以前我下冇知道我聽嘅安樣，當然我有一個轉變，動態轉變。以前我會知道做乜嘅，全世界對我很唔公平。譬如生我媽媽，我媽媽對我7歲是個性，所以我係做太姐，我要照顧弟弟妹妹。做埋我又遇到兩件事情，佢做埋對我唔好。其實我以前未是有安樣嘅想法，當冇快樂。後來係因為我開始接觸信仰，我變成基督徒，我發覺哇，其實你當你來看，你越數算恩典。你會發覺恩典越多，你越看覺得好誒，你會發覺哇，原來有咁多人來支持你，所以生命係越來越有力量誒。真嘅，今晡日透過節目就係愛伴大家來認識無溝通嘅 Rita， 時代下嘅 Rita， 有動到感情嘅 Rita， 我阿 Q 我硬要留皮嘅，先休息下，等下再個進來。夜浮浮嘅世界，最後有風吹來，嘅兩雙嘅感覺，我冇講伊也啲，心照嘅世界，最後太上橋，係講無奈何希望因何講，是糖愛重過，一批上，好差日後慢慢上，人生一步行，只會一點天上，不用開心做自己，趕緊擘開頭裡還是行，不用開心做自己。人生路是有自己天行。
哇，刚哈给数冰，对不对？用开心嘅冰，冰，係成日用有種感覺。誒，咁樣冰嘅時節，其實有一種真緊讓心打開來嘅感覺，釋放的感覺。嗯，所以希望安樣，愛老愛自家講，鼓勵愛自家。人生會讀到懂得壓力，就是要釋放，或者是很多情緒上面的不開心的事情，我們也要釋放。係，我發覺愛下都係看好嘅啦，盡量看好嘅，是會越來越知道好。果然是真能量呢，因為看緊唔好冇法度解決佢啊。對，所以你要面對佢，後來你發覺人生當中蠻好嘅。我今日看到有一篇文章佢寫，快樂是會感染的，是會傳染的。所以你想要快樂，又係講你想要你身邊人快樂，你就快樂。我做呢件話對我來講咪當適合啦。我想生日快樂，媽媽就快樂。像 Rita 自家嘅故事，咩要本人來翻拍變做樣片，同冇？係，樣片我都標籤女孩，標籤少女。你係一隻公園嘅魏天陽，你係啲哇，幾年前我自己還有啲地圖走嘅得勝者老師，因為喺國中嘅時節有上過德性者口唱，你係一隻德性者教育協會記得為到。像少年，經理下記得咪到沙區啊，到每種年齡層有服務，是希望記得嘅生命做得有一種美好吧。希望講有到口腔啊，幫助記得人生乜按到特性，其實唔係乜嘢做到最好樣嘅特性，係你面對你人生嘅態度。所以我解東西因為當感恩咪，希望我解東西嘅欣賞。不愛動態幫助，同愛講話啊，同愛寫譜啊，定愛國中嘅時間，你國中嘅時間，青少年時期有當到夢想嘅想法嘛？對。後來我是因為俺嘅機會，然後佢哋連接，所以我是擔任你啊故事嘅文本，佢哋咪拿到獎金，是開始去。哇！就讓你嘅故事翕出來。係，你要到當到嘅學校要去奉獻。我咪要因為俺用英語當到學校去講追求夢想呢一件事情。講到有夢想嘅，所以Rita嘅夢想嘅路向，沒有一個當初也有給你，就是演老師。好錯。對，也陪Rita做得來創出佢真正想創嘅歌誒。然後創作。每3年佢會互相督導和絕對唔係個阿冇生意。你係越來越知道，都不是湊巧，不是剛剛好，要是命中注定。要咪是哎呦，係我老演老師說是咪係做演本哦，做表演，我主持嘅表演，我是老先生，先生就最巧買嘅話，其實容易培養後生人，我講緊我就去參加嘛。哦，所以有點像是你自己去推薦自己嘅。就是講哎呦，我做當學講，我想學。你都勇敢呢！我想係學唱歌，我想係撈大家強下教育我，我想係寫歌。從眼可能就會唔敢做一件事情，唔講就會留幾筆重壓到自己數。好啊。各位下是講，先生我係講正經嘅，佢講佢咪講正經嘅，嗰時開始咧，是落到台2008年是多幾年，哇，19年呢！第一老師雖然我看到年輕，可能年輕，看到對客家對自家文化嘅熱愛。故所一路都壓下，有沒有穿到又穿下？有努力。真嘅咩？就是可以獨當一面，做懂得事情下歌誒，然後還有一些懂得事情會處理，包含拍馬嘅演唱會啊，我做嘅咩係種辛苦嘅事情，都是要學習的。錯，你老單身去地台當唱歌冇強喲，馬嘅事情都會好。故所吼，你親接群藝人心理狀態的這個單元來了，文藝愛問你安，好準備好誒吼，平常問問題哦，平常是當家問配音哦。好，你問嘛，應該是講乜嘅哦？好，因為按下夾的話，因為我們是快問快答。請問，係講你咩歌數？你會做乜嘅？很難哦。3、2、1，0，時間到。我想做我講唔出來，好難啊！應該其實我忙做啲都以前，我應該是講，我很喜歡在每個國家旅行。我喺講我係做外交官，係咯，我發覺我係成日可能冇適合做政治，我講我好交朋友，好旅行，好插法，插法，可能花藝師。但是你剛一開始講應該是旅行，對吧？想要去旅行，我好認識冇香港嘅文化，我非常喜歡深度的旅行。嘅聽議題來了。你做過輕勇敢又輕衝動嘅事情，
应该是教你上球台吧？你说听启明老师，叶老师，那个我想要唱歌。所以线上讲咩是讲，可以线上来做得参加冇？最勇敢的事情。你个动作啦，是讲爱用的时候嘞，那用我有关的。对，好，那接下来是做妈耶同做妈妈，当女儿跟当人母的不同。做妈耶是系反正偷钱用人嘛。该做妈妈是系做偷钱嘅人。做妈妈是系做偷钱嘅人。做妈妈是下要有爱心、有耐心，做妈耶做得发脾氣。做唔得發脾氣哦。竟然就像一來問亞嘅媽媽，你亞一步嘅叫係乜嘅時間？前幾日吧。前幾日天天按拳，上到嗌阿婆，韓國上到記得你下年紀當大咧，身體冇咁好，我是會記得祈禱啊。係唔盼得唔過。是祝福記得。有，我有看到你的面書上有 po 你阿婆嘅樣片。韓國 Rita 一直對客家案有連結，其中一個原因啊，想要同烏卡人有關係。其實客家是係愛嘅烏卡吧，咪不是應講，你做咩做客家？因有其他當到嘅機會。我想做客家是當單純，因為你愛從細是講下。我是客家菜，我客家對我嚟講當自然，然後大家都有機會加入樂團，開始做自己嘅音樂，做客家歌，我就多了一份責任吧，咪醫學教。故說亞一波嘅那個媽媽沒有辦法，那個必須要隱藏住自己的情緒，不過有想是需要釋放，就係因為有想到烏卡人，對不對？烏卡人對你來講，親直接的連接就係語言，咩同我共用。談到客家話，就像談到啲種客嘅歷史共用，動情嘅感覺。對，動情嘅感覺。嗰時候越在地越國際，我想就會按用嘅感覺。客家話對人來講都當重要，對你呢？對你知道客家話除咗很在地，很跟自己嘅烏卡人接近以外，我想我係當從感情概念，有一年呢，我哋非常。因為去看阿公阿婆也好，我想阿公阿婆留本愛問㗎，我是當反呀，阿婆做嘅菜好好食，做嘅飯也好好食咯，做嘅菜頭飯，唔過佢哋也做唔天通咧，你都東西都會講聽，唔過留下物計，介意冇想到我哋先做視察進來，我讓我妹講，你好好學客家話，你係媽媽留本呢嘅東西，我是留佢啱講，唔啲佢談嘅事麼，唔過。總係愛留到東西本機。一路以來看到 Rita 當三忙，然後當認真。嗰時候前面有一首新的歌曲，愛同大家來分享。歌詞咩當感動，係伴大家伴 Rita 自家，咩伴愛佢咩愛，永遠愛記得嘅千開始嘅自家，按到處。係，就算韓國千山萬水，還係愛做真實嘅自家。韓國千萬里，莫唔記得嘅最開始，一起等等到關係，係永久嘅動力。韓國千萬里，總會停下來嘅事，點靜下來，地道自家係萬意，天法地法世界法。做你行情緒。哇！永久愛記得千開始嘅自家哦，分享俾大家。古時候見我什麼 Rita 嚟節目當中，什麼電視機頭前觀眾朋友嘅收看，休息一下，共下來做運動哦。喜愛嘅朋友，記得去人哋面書網站，韓國聽嘅客家電視台嘅 YouTube 頻道，記得攞樣片分享出去哦。